情，我更明白你要杀的无非就是两种人，一种是不爱你的人，一种是你的情敌，哪怕是你的妹妹。青青姑娘，你愿意嫁给我？太棒了，你终于答应跟我成亲。你认为你逃得出我积雷山吗？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。你说什么？至尊宝是至尊宝，他根本就不是你爱上的孙悟空。你一直爱的孙悟空，他根本就不是孙悟空，而是六耳猕猴。他们只不过长得一样罢了。我叫六耳猕猴。你就是六耳猕猴。你现在要放下他，甚至要恨他。他刚才已经跑了，你一定要追到他，并找到他，然后杀了他。你别想骗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起初我下凡为了寻找孙悟空，一路上四处打听，发现了六耳猕猴，他一直都在顶着孙悟空的名义四处留情，他根本就是个花心大萝卜。他不仅骗了你，还骗了铁扇公主、牛香香和白晶晶。你无凭无据，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仔细想想，你心爱的孙悟空，他真的和至尊宝一样吗？至尊宝他为了心爱的娘子，不惜拼了性命也要夺回月光宝盒。可是你深情心爱的孙悟空呢？如果我现在有半点骗你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片面之词吗？我要把这些都查清楚，好让你死心。怎么，怕我杀了至尊宝？要杀你也杀六耳猕猴，至尊宝是无辜的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傻？你竟然为了救自己心爱的人不顾你姐姐的感受，亏你还在女魔王面前演什么姐妹情深，我差点就信了。你要是再拦住我的话，杀了！我问你，我们现在的法力都被牛魔王封住了，你怎么出得去啊？用不着你管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未来有大到暴雨，大家注意防洪哟。天干物燥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姑奶奶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你多说一个字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，你继续报你的天气吧。上次逃离，我要不要告诉大王啊？走，快走！而且啊，大王还说了，这是一种谋略，知道吗？婚前啊，先把这个生米啊做成熟饭。嘿嘿。大王不是一直忍着不翻脸吗？晚饭时候还发话说，要是和紫霞成亲了，他就翻脸。那这紫霞不就成了第二个黄脸婆了吗？那你说这不就是跟铁扇公主一个下场了吗？不怕，大王说他有宝贝，保证让紫霞天天给他生小妞。真的。哎，那边门是不是没贴呀？啊，赶紧看看走，啊！看看去。没贴。嗨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牛牛，你刚刚是不是要拦我？没有，那你现在拦？不敢。你拦不拦我？不然我杀了你！你不准走。好啊，既然你拦我，我就不走了。紫霞这个臭丫头，就知道给我添麻烦。这个时候还受伤，我要么去后山给她采点草药吧。哦，后山在那边。谢啦。不知道青霞有没有成功离开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该死牛魔王！要等。
啊？噔噔噔噔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舍不得我？哎，我只是渴了，顺便看志森宝回来了没有。哎，再说了，我得看着你感情受伤害了，心里才舒坦。死变态！手拿来。不用。拿来。哎。还好我刚在回来路上看到路边有些草药，我就顺道把它采回来了。你说你这小孩，从小就不让我省心。明星来了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来，过来坐，坐下啊！明星采访时间现在开始，怎么样？大明星，现在心情如何？很开心，同时呢，也很激动。啊？没了，多说2句嘛。现在的我很快乐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关爱与支持。好，人生4大喜：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金榜题名时，还有洞房花烛夜。现在给你赶上人生最重要的这个喜事，恭喜你，祝福你啊！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平静啊？哪里，亲爱的葡萄，你又说笑了。我有吗？你没有吗？我哪有？你真的没有吗？我跟你开玩笑嘛，干嘛那么认真呢？开玩笑。白姑娘呢？睡觉呢。怎么不陪她？她又不是3岁小孩，我老陪着她干什么呀？你就是要把她当成3岁小孩，你不知道吗？听你这么一说，你还挺有这个育儿经验。啊，是，啰里吧嗦，回屋了。哎呀，当局者迷，当局者迷呀！哼。来，您拿好了，2斤高高的。哎，好了，谢了。走了。哎呦，2位，一看气宇不凡。郎才女貌的，今儿来条什么鱼？做生意搞得跟说相声似的，让人家多不好意思买。老板，我们要2条鱼。给你来了2条肥的。谢老板。停住，老板，别动了，所有鱼我都包了。这让开。您给多少钱呢？这人家还要呢。你这儿多少钱啊？我给你翻1倍。有钱了不起。翻2倍，得嘞，我马上就给你捞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要这么多鱼干什么？我儿子过生日，我给他摆酒。我妈妈也过生日，我妈妈的姨妈，她爱吃鱼。行，我气死你啊！行，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呀。我们先要的。憋着。我们憋着。哎，没事儿啊。赚那么多钱，要我也赚。哎，水果来，水果。来，客官，买点水果。你长那么丑，还卖水果？你渴吗？你看。看什么呀？你看这朵花，独自怒放在这么多花花草草中，像不像明玉首领对阿江的爱啊？子祥，是又怎么样？也像我对你的爱呀。
你喝不喝？不喝。为什么要喝椰子？为什么不能喝椰子啊？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3个铜板。哦。喂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你一定有问题，骗不了我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太帅了，这就是我一生的问题。你看我，玉树临风，眼睛那么大，又有神秘，皮肤又好，就像这个椰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是。记住我这张脸，比你帅。紫霞，不知不觉7天就要过去了，这是成亲的衣服，你试试看。先放着吧，反正还没到第7天呢。我老娘的耐心也是有限的，等7天期限到了，你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你还在等孙悟空，他会来才怪。牛魔王，既然你那么爱紫霞，倒不如在婚前给紫霞盖一座金屋。我可不想我徒儿嫁给你之后，还得住进铁扇公主的房间啊！我已经派人重新装修了，等装修完，紫霞一定会满意的。还是师傅考虑的周全。牛魔王，你得给我盖一座独一无二的仙屋，你盖得好，我再嫁给你。紫霞，为了你，我都和铁扇公主离婚了，难道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出要求，我都忍了。最后再问你，这婚结不结？不行，你不干，我就不结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为了拖延婚期。这些事情我婚后也可以办，不急于现在。那不一样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有些人得到了反而就不懂得珍惜了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样的牛啊？你们师徒俩最好庆幸我不是。紫霞，如果你不跟我结婚，我就派人去找你的小白脸，把它剁碎了带回来庆贺我们的婚礼用。明晚结不结，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。来人，是。去给我找孙悟空的下落，无论死活都给我带回来。是。等一下，既然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何必带活的回来？傻妞，死的带回来也无妨。是。死的多不吉利，还是带活的吧。紫霞，这么说你是答应结婚了？我答应。啊，这就对了，你得学乖一点，这样对我们两个都好。哎呀，明天你把衣服穿戴整齐，省得我再费心了。连个新房子都不肯给，那么小气，我是不会让我听你干。师傅，你的法力早就被我封了，还想赢我？闭上你的臭牛嘴！师傅是你随随便便做的，有法力，这样可以揍你。夏，你们两个再不收手，别怪老牛不客气了。魔王，别那么无趣嘛，就当陪我们玩玩，过过招呗。好，奉陪到底。哎，今天我打赢你的话，我们的婚期再拖后7天啊！我算了一下，那天是个好日子。又是7天，不过你们今晚不会有赢的机会。别冲动，还有别的办法。紫霞，你爱玩我陪你玩，明天婚礼照常，否则至尊宝是死是活我也保不齐。别废话，愿赌服输。现什么身呀？说什么呢你？少废话！你现在骗不了我。不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孙悟空，出招吧！
你干什么呀你？难道你不是孙悟空？什么孙悟空？我是至尊宝，你的未婚夫。那你刚才挠痒痒的时候，为什么像个猴子？我屁股痒痒挠一下不行吗？啊！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不是那只臭猴子呀？之前你薄情于我，如今却拜倒在我的脚下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
不嫁，至尊宝会死的。哼！没想到你不仅傻，而且还很自私啊！你有想过吗？你要是嫁了，佛祖面前灯芯就少了一半，每天我还得把你那份班那份活一起干，多累啊我！你就是要累死我！对不起，姐姐。对不起，姐姐。傻孩子，就凭你那点小聪明、小善良，还想反抗牛魔王呢？在这好好睡一觉吧，牛魔王，放着我来。好，当心点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好了。哎，下来，啊，拿走，啊！哎呀，世事难料啊，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和白姑娘成亲了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。我们都为你高兴。谢谢啊。只是你昨晚做梦的时候，又叫了紫霞的名字785次，比上次还多了一次。啊，我不是想监视你啊，只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感情啊。你只是个强盗，别学人家做学问行不行？怎么，
强盗不可以有学问的。洗洗睡吧。啊，不是，我问你，紫霞在你心目中是个惊叹号，是个句号，还是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？紫霞只不过是一个我认识的人，但是我曾经骗过她，所以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内疚。我越来越讨厌她，我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不想怎么样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说，当你爱上一个你最讨厌的人的时候，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。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我讨厌的？你给我个理由好不好？拜托。慢点，我跟你说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你真的需要吗？不需要吗？干嘛那么认真？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对不对？需要吗？我的意思是让你们在外面等，不是让你们停了音乐呀！哎，吹起来，吹起来！美人啊，良辰吉日。美人，请起身，我们去大堂吧。哎，不用你扶，我能自己走。美人呐，你嗓子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太激动，没睡好。啊，生病了？那快让我看看呀！还没有拜堂成亲，怎么能掀红盖头呢？也对，也对，那我们赶紧吧。怎么了，美人？哎呀，停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订婚信物月光宝盒呢。哎呀，还是美人你的记性好啊！你看我老牛说到做到。哎，不急，等成亲以后我自然会给你的。我现在给你，你万一爽婚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爽婚？
敢行刺我！你不是紫霞！牛魔王，我是不会让紫霞嫁给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你一个做师傅的管的还挺多的，把紫霞藏哪儿了？我是不会告诉你。好啊，你们师徒竟然合起伙来骗我老牛！给我松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他妈比傻牛还傻呢！这里面能藏人吗？不能。能进去人吗？进不去。那在这找什么呀？走！仙子啊，仙子啊！大王，美人啊，美人！哎呀，美人，你醒醒啊，美人，美人！哎呀，醒了醒了。姐姐，喂，牛魔王，你干嘛帮我姐姐？姐姐？对啊，她是我姐姐。你呀，喝多了还没醒酒吧？谁是你姐姐啊？她才不是我姐姐呢，我姐姐比她漂亮多了，还比她温柔多了。美人，她到底是不是你姐姐？否则的话，光她迷晕你、冒充你、跟我成亲这3个罪名，就够她死100回的了。原来你一直说要找姐姐都是借口，你一直在骗我。难为你们姐妹情深，她竟然冒充你来跟我成亲呢！啊，姐姐你不会吧？快把事情来龙去脉告诉她，不然你今晚死定了。是，我就不想让我妹嫁给你，怎么了？昨晚在她酒里放了曼陀罗花粉，就是江湖上俗称的蒙汗药。你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这像话吗？怎么不像话了？牛粪可以帮她施肥吗？哎 ，no， 大王，他说你是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这没文化太可恶。那个就是屎，他骂你。是，你敢侮辱我？我就让你咋地？哎，大王！哎，本来我想拿到月光宝盒之后帮我妹脱身的，就不知道你这头傻牛吃错什么药变那么聪明，坏我好事，功亏一篑。对不起嘛，谁让你往那酒里下了太多的药，我现在脑子都昏昏的。你好意思说我？明明是你自己不胜酒力，还狡辩。我怎么下毒？给我闭嘴！我该怎么处置你呢？啊，紫霞的姐姐青霞，要杀要剐随你，你敢？美人，你这套对我不好用了。她不仅毁了我们的婚礼，还让我老牛的颜面尽失。现在有很多宾客在外面等着呢。我不仅要杀你，我也要杀那个至尊宝。哎呀，别动了，杀的。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娶你。一会儿马上把衣服换回来。来人，等换完衣服，把紫霞带到礼堂。把这个侮辱我的人一块带过去。是。谁侮辱你了？你呀！大王，这大喜的日子别见血了。哼！看什么看？快走！哼！都怪你出的鬼主意，你早点跟我说。都怪我呀！我早跟你说了，就你那一根筋，性格你能让我做吗？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会啊？我说你呀，又笨又蠢，酒量又差，你还当我妹妹呢？你不吃当猪算了，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你拿走，你拿走，拿走！大王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至尊宝就在盘丝洞，你从小路绕过去，就更快了。至尊宝，这次非把你送走不可。你的信。
你的良心告诉我，你最爱的女人不是我，而是另外一个女人。当我看见她在你良心里留下的东西之后，我才明白，经过这500年，你要找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她。你我都要相信，这是天意，也是传说中的缘分。在世上大概是先生怎么了？我知道，戏我看过了。大哥，他又怎么了？你们看那些没有？看一下。三师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说，我师妹白晶晶在哪儿？